伫家己的太阳能供电榜呢，是因为顶个月这丹那市风台雨扫歹10万外地，其中伫义德乡的产业道路，即马还阁会当看到真侪歹去的供电设备。嘛，因为这业者呢无照规定伫19进前甲清理好势，所以前后后加起来已经互环保局甲罚到900万。工作人员操作机具无用来清理，因为丹那市风台造成损害的供电设备。伫嘉义县义德乡新庄地方池边的产业道路。沿路也是看会到，因为风台歹去，但未处理的供电设备。我们这6个滞洪池那个面板的数量大概有37.5万片。那这次受损的大概是我们推估大概有10万片的太阳光电板受损。嘉义县环保局指出，风台已经离开5外月，损害上严重的布袋新闻地方池，嘛拢已经完成清除。目前只剩义德新庄地方池的边仔，阁有3万外片的供电设备也未处理。本县环保局跟环管署就是一同去复验了，现场还没有清理完成，本局打算再开发300万，并限期改善，本局将要求该园艺公司尽速清理完成。环保局嘛表示，新庄地方这间供电业者，其实各共有2个所在拢咧处理废弃的供电设备。环保局为开始到今，已经针对因处理的方式，陆续开发3届，金额已经累积到900万。有要求业者28号之前要完成清除，无会继续来开发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